台南市第一批社会主体来了，包括永康的移居成功，甲着林德的移居仁爱，总共178户，将举行联合的招租。移居社会主体规划1房到3房，规栋采用通用的设计，而且价钱、采光拢真良好。加上附近的生活机能嘛方便，对3月17开始开放民众来受理申请。市长希望会用加紧速度，赶伫农历7月进前，民众就会用来搬入去住。社宅其实就有几个元素，第一个是 location， 它 location 非常好，都市机能齐全，生活机能齐备。好，不管是学校，不管医院，不管是市场，不管是休憩空间、公园等等，都是非常的优化。那已经不是一个都市边缘区，是都市的核心区、蛋黄区，所以说它的价值不菲。第二，它的建材非常好，大家可以看到现场建材都是许多好的有名的建材。然后第三，它是一个新房子，所以说它一定能够让许多市民朋友们，不管是优先户还是一般户，都能够提高一个最好的住宅服务。那有健身房啦，有交易厅啦，还有许许多多的甚至停车的空间也都齐备。所以欢迎各位好朋友，如果有需要的市民朋友们，欢迎来登记。那尽早来登记，尽早抽签，然后尽早入住，能够在今年7月农历7月以前就能够顺利搬新家、住新宅。市府都发局长林龙川表示，社会主体租金依照房型甲日新租人条件无同，租金对3950块到22000外块不等。咱的社宅开始要抽签啊咱会为3月17到4月16，这是登记的期间啦咱会特别针对迄个一寡弱势团体，咱有分一般户跟优先户，优先户是用评点的方式来处理啦包括咱即个正在遮内底嘛是伫迄个优先户的资格当中就是讲因正在需要做出嘛当来登记啦伫优先户当中，阮会先去评点了后总共已经满了后伊才会有登记的，无抽到的去放咱一般户来做为抽，所以有2摆的机会来抽迄个社宅租金因为是看大坪数大小啦上俗的一房的伊是到3900几块较悬的伊3房的到22000所以伊是按照咱的迄个区去算的所以讲伊有4级啦，分4级第一级的话是拍4节，来就6节、7节、8节安尼的方式。都发局表示，移居社会主体依着线顶来申请，基本的资格是年满18岁的国民，实质伫台南市或者是本市就业、就学有大的需求，而且家庭的成员无自有的主体，以及无享有政府主体补贴，拢会用提出申请。申请期间对3月17到4月16，欢迎符合资格民众踊跃申请。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